祝总统就职，台南安平4大宫庙邀请3大歌戏团到安平连演3天的大戏，要见证历史的时刻。 棉花园戏剧总团演出《剑神吕洞宾》，要甲大家所知影的八仙传奇故事改做魔幻大戏，同时要来依照国情，兴奋流水，国家风调雨顺。勇气化作青龙剑，才有法度战胜一切。由安平的4大宫庙发起，做伙邀请台湾的3大歌戏团，为5月17到19伫咧林密阳光园连续来演出，为总统的就任典礼献祝福。那希望国家有喜，全民同欢，那一起来为国家祈福。除了要演大戏，现场嘛会办市集，甲22间台南出名的小食苦我来，互大家做一个食美食。来食一个国宴小吃国宴就对啦吼。希望借宗教甲传统文化的力量来祝福总统的就任典礼，嘛邀请民众来安平看大戏、踅市集、食美食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